接手东风转运任务的，只有王显明、戚鹏等人。334旅在洞口扑空，只能把注意力放在185H 导弹发射车上。欧阳俊、易子墨和林安邦察觉异样，虽然判明演习规则，但也接连被俘。至于我们沿途遇见的所有特勤，都只不过是安雷旅长设计好的环节，而不是出于导调组的科目。我在返回战刃连途中遭到伏击，一直以为时间过去了1天，其实是手表被调快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一步步掉入安雷旅长设计好的各个陷阱，逻辑缜密，极其真实，几乎毫无破绽，就是为了让我误以为我们已经前出到境外某国。实际我们现在所在地点，就是距离待机库不到100公里的493号高地，也就是 6TL3 信号塔的覆盖区域。你们希望用虐夫训练撬开我们的嘴，是在选择最可靠的人。秦营长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好，非常好。哇，终于结束了，教主，你继续说。我也想知道你是怎么搞清楚的。我还特意戒掉了几个少数民族战士，都没有骗过你。难道不逼真吗？啊？旅长，逼真。当他们用枪指着我头的时候，我真的相信了。后来又不信了啊！这小子太贼。营长，这不叫贼，这叫有经验。我也算是个老兵了嘛。没错，是一个超级大脑的老兵。旅长，其实你们最大的破绽，就是让欧阳俊进来。洞6洞任务，欧阳俊才是指挥官，你们把他抓了，问我导弹在哪儿。不过欧阳俊被踹下悬崖那一刻，我真的是相信了，吓死我了，齐营长。不过好在之前我用超音频给发射车联系过，我还是坚信我的判断。白秘书啊，你居然会用超频？教主，我的标准中呢，你就是一只毒球。怎么，没有弄疼你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没有没有，我就动了一下，2下，那下他打的啊，差点就把我给窒息死了。好了，夏主啊，我跟你说，还有比你更狠的呢，都进来吧。队长，哎呦，没事啊，没事呀。哎，等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吓死我了。夏主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，当时我看那个视频，那一枪叭的一下，你人就死了，我差点跟他拼命。你别说，我看见欧阳俊，我亲眼看见他从那儿摔下悬崖，吓死我了。哎呀，这俩视频我都看了，当时我就觉得这俩视频有问题，但又说不出来为什么。你又什么都明白了？不疼了，这疼，我疼。夏主，我对灯发誓啊，我之前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，只有友军接住我的时候，我才明白一切。厅长，你下手太狠了。王阳俊啊，自己看看。嗨，我那下手才狠呢。我说了，点到为止。这叫点到为止啊！你不也玩命了吗？夏主，恭喜你！恭喜我！是啊，我们费尽了9牛2虎之力，才把这个东风导弹留下来，总得找一个靠得住的人吧？啊，是不是？这个靠得住的人，我们找到了。你们看，山涧的位置，就是我们最后撤离的待机库。我们历尽万难，保护的那枚东风49，依旧在那里战备值班，等待着我们的号令。
你这连环套下的可以呀！啊，这连我都蒙在鼓里呢。本来呢，我是打算用一枚领章挑拨你和夏卓之间的关系，可惜啊，你们俩并没有碰面。不是，我比营长差在哪儿啊？那是比我能打啊，还是怎么着？这又是外国军装呢，又是变声器的。我看着净打我兵，在这过瘾来了吧？你要来了，我下手更重。营长啊，这话我可往心里去。哎，我明白了，这感情就我一个人被排挤在外面了，是吧？怎么能叫排挤你呢？啊，是怕你偏心。对，你要参加了，夏卓第一个就把你戳穿了。那是，那赶上营长，那他是不偏心了，那肯定不是他的兵啊！我在视频里看了，那家伙打我兵打的，那像不花钱似的，往死里揍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这发誓人选啊已经选定了，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，跟我走。起立，开始吧。270旅各单位指战员，我是旅长安磊。现在请大家停下手头的工作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。因为今天过后，270旅的番号就将成为历史。战友们，从2015年底火箭军成立到今天，已经过去了5年多的时间了。5年来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，我国周边也很不太平。而我们270旅作为火箭军的一支劲旅，始终瞄准强敌对手，苦练打赢本领，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。作为共和国的执剑人，我们做到了让党和人民放心。让我深感骄傲的是，5年多来，我和大家一道摸爬滚打，我见证了大家的成长，也见证了这支队伍的荣光。我们旅是战略导弹部队的新锐，是王牌中的王牌。我们这支队伍，它的底气，它的豪气，它的锐气，就来自于此刻正在演习场上奋战的官兵们。你们的精气神，就是270旅的精气神；你们的战斗力，就是270旅的战斗力；你们的胸怀，就是270旅的胸怀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情复杂。按照火箭军最新的战略部署，270旅将于明日起进行整编，启用新的番号。整编后的270旅只保留少数的骨干力量，其余的同志们将会根据不同的专业，奔赴新的旅团、新的工作岗位。不管你们到了哪里，把270旅的作风发扬光大，带动火箭军部队全面发展。可以说，我们270旅既是战略导弹部队的一支铁拳，一面旗帜，一张王牌，更是火箭军党委首长精心开辟的一块试验田。它将为各个部队培育和输送最优质的种子和新苗，催化出新的作战能力。我坚信，从我们270旅走出去的，不管你们到了哪里，都一定是响当当过得硬的兵，都一定是当仁不让的王牌号手。
战友们，请原谅我，到现在我才宣布这个命令。现在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为什么要这场演习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些是你们要去的单位，就遍布在270旅的四周，而这里就是通往这些单位直线距离最近的交叉点。如果说咱们270旅就是一枚火箭，在它升空的漫长岁月里，也该到了它引爆的时候了。而这里就是它绽放的地点，明天就是它绽放的时间。我们将用一枚导弹的发射，为咱们270旅送行。这场演习，准确的讲，是一次离别。原本是计划全旅全员全装集体出动，再次集结，然后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，大家各奔东西。可是我转念一想，这么多的装备拉动一次，成本太高，说俗点儿，与其都是烧油，不如让这些油烧得更有意义。于是，经上级首长批准，我们组织了这次代号为“动6动”的演习，在行动中再次淬炼和摔打部队，就算是一次毕业考试。很欣慰，我们顺利完成了各项科目，甚至连地震这种突发情况的处置也很及时、很稳妥，充分反映了我们270旅敢打必胜的过硬素质和优良作风。明天，我们将用一枚东风导弹的发射，为演习画上句号，也为同志们在270旅的奋斗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我宣布，270旅第1008次发射任务由战日连执行。发射号手：战日连见习排长夏卓。备份号手：战日连见习排长欧阳俊。话就说这么多了，也该到了说解散的时候了。作为270旅最后一任旅长，战日连的组建和形成战斗力是我最大的骄傲。我坚信，把发射和保障各要素整合起来，才能实现最大化的精干高效，才能成就真正意义上的全能王牌。事实证明，我没有辜负领导的重托。战日连模式的推广，让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反应更加迅速，出手更加果断，真正做到了招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必胜。我们是永远的战人，永远的尖刀，永远的王牌。别动，再动弄死你！再动开枪了啊！联盟，你能不能带个变声器啊？好歹有装备啊！紧张吗？不紧张。 270旅的最后一枚弹，将是你夏卓打出去的，你还不紧张？可不是嘛！啊，小卓，我发现你要么就不玩，要玩就玩大的。是啊，哎，咔嚓一声，树井里那枚弹拔地而起呀！怎么样，在哪儿有信儿吗？没有，你有啊？没有。夏卓，你超级大脑，你算一算，我们几个
能分到一个连队的几率到底有多少？几率不高，极其渺茫。哎呀，又少一个忠实观众。怎么就少一个呢？哎，行行，你也算一个。哎，明天打完这枚导弹，咱们就分开了。以后到了各自的连队，好好干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好好的。社主啊，几年前呢，我们跟随你的脚步来到部队，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我不后悔，我爱这里，我以后要留在部队里。你是对的，这身衣服让人着迷，无法割舍。不管我们以后在不在一个连队，隔着有多远，我们永远是兄弟。明天走的时候，干脆点，别煽情，不许流泪。我们不流泪，不煽情，我们也不煽情。我们哥俩呢，来就是想提前跟你道个别，怕明天人一多一乱，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号手就位，1号号手一等帮就位，2号手2号就位，3号手下手就位，准备发射。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火！点火！点火！最后确认，导弹战斗部单体系统、动力装置推进系统和制导系统实时数据正常，待机湖温度要求10度62，待机湖阵地一切正常。实弹发射与蹲登准备。6月，发射阵地进行确认，发射器的正面基本稳定，实力待机。原分到手机车队未发现任何异常。最后确认，发射9P63，2D东9。发出信息波段119，内置波段 YS889，东右。3十秒准备。那么这是发射后尽管是首分子重量，参与实弹发射的自然是5011-6F，3颗北斗卫星多瓦地进入待命。发射锁定近待开机，发射锁定近待开机。
四大长老喝水喽！王班长，这哪来的鹅呀？买的。你看这四大长老出齐了，咱们中午是不是该开荤呢？嘿，你小子倒霉了是吧？四大长老你也敢吃啊？我知道，您这呀肯定是给新上任的连长准备的，对不对？新上任连长？对呀，据说呀可厉害了，比所有地球人都厉害。比所有地球人都厉害？是呀，这么厉害要咱火箭军干啥呀？咱也别打导弹了，打连长就完了你。王班长，现在呀，全连都在传，传归传，你呀别跟着瞎说就完了啊。也是，来，吃饭了啊！你说这时间过得真快啊！哎，就几个月前这儿还这么热呢。哎，那个时候啊，能在这儿待的，那可真叫硬茬。是啊，现在就剩咱们这几个人了，干的呀也都是些看家护院的活，平时连个导弹都看不见。哼，看家护院怎么了？你知道这地底下有多少导弹吗？你知道这山里有多少装备啊？你够级别吗？能跟你说吗？真的假的？真有啊！您跟我说说呗。想知道？肯定呀。告诉你啊，保密。哎，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问的不问，保密条令你忘了你？这不对呀，王班长。咱待机库都改成战备仓库了，咱的任务不就是看仓库吗？看仓库咋了？看仓库咋了？有我王显民在，这仓库也不是一般的仓库，要不怎么能说您觉悟高呢？干活去吧！哈，好嘞，走了，王班长。哎，叫你指挥修风水殿，都走了，就剩你了吧？留下来不挺好的吗？不是你小子什么时候能把走路没声的毛病改了呀？改了就不是战友连的兵了。哎呀，啊，这传说中的连长，就是你吧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惊什么喜呀？惊喜！惹啥祸了？跟师傅说说。怎么就叫惹祸了呢？不惹祸，你跑这镇管连来，就这仓库，你跑这儿当连长，谁信呢？仓库怎么了？仓库才厉害呢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咱们就是火箭军的头牌。别跟我说是没用的，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？给你说个秘密。秘密？不听啊！不该听的不听。哎，王建民，你这，这是密令。你泄密，我告诉你就不是泄密了。你过来，过来。说。我们要在这儿组建新的部队。真的？真的。没骗我？我骗你干嘛？以后你出去就可以很骄傲地跟大家说，你就是这个神秘部队的开山鼻祖。什么时候开工？这得多大规模呀？好几千人吧？修建需要几千人，战备值班只需要几十人。一个加强连，一个连顶一个旅。这可不是一般的连啊！你以后啊就是这个连的镇连之宝。这，少忽悠我吧！我就是个物业管理。那我就是物业经理。对了，我给你派个活，就等你这什么任务？海南的活。海南？海南还有咱们事儿呢？
吕科长。哟，啊！连长同志，哎，别这么叫我，在你面前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兵。这不要走了吗？跟你打声招呼。肯定是我的兵，但是呢，该是什么职务就是什么职务啊！看你这样，我骄傲。听说您去一线部队了，厉害呀！哎呀，我这个性格和脾气呀，去机关办公室我也坐不住啊，还是到一线作战部队挺好啊。我呢，踏实稳当。行，不管您是营长还是科长，我还是觉得叫您连长最亲切。那甭管是列兵排长还是连长，我觉得还是叫你小欧阳更亲切。连长，小欧阳，挺好。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，联邦一子梦呢，也都找到了自己想去的单位。不过我相信，你们啊，到哪去，都会是一个好兵。您带的兵都是好兵，您爱兵，这些年我们都看在眼里。我现在一听到楚炮和电炮，我还打嘚瑟呢。想一想哈，就夏卓跟咱们不一样，大家都走了，就他一个人留下来了。是啊，不意外。当年我们选第2专业的时候，谁也不选风水变，就他选了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他是对的。你也是对的。我要当第一，永远争第一，没毛病。现在想想，其实当一个好兵，可以有很多方式。我现在就会更理性、更全面地看待问题。其实我很感谢夏主，我们俩就像马拉松一样，在你的面前，永远有一个等着你超越的人。像这次演习一样，在我被推下山崖那一瞬间，我真的以为我要死了。但就是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发现，一个人真的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才会有所顿悟。把这种感觉时刻放在心里，永远提醒自己，时刻要做一名好兵。是。哎，连长，但这种感觉啊，我1次就够了，不行再2次了。要走了，说点操心脖子的话啊！哎，小欧阳，我觉得你谁都不用超越，包括夏卓。夏卓呢是火箭军需要的兵，你欧阳俊也是火箭军需要的兵。你们2个不一样，但是你有自己的目标，并为之付出过努力，我都看在眼里。这么说吧，夏卓就好比一枚精确制导的导弹，而你不一样，你呀是一枚威力更大的核弹，一旦引爆，威力巨大，光芒万丈。连长，我不仅要当一枚核弹，还要当一枚高精准。做什么弹，都是我的兵。是，走吧，连长。啊，保重。保重。最后，再给你下一个口令吧。是。往前走，向后站，跑，走。
同志们，今天我们大家齐聚在这里，是要见证一个新的开端，新的征程，新的辉煌。我们常说，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。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没有亘古不变的道理。随着火箭军建设理念的革新，这句话也该变了。在我们的脚下、地下，是一个全新的集演习训练乃至实战的一个现代化军事基地，即将破土动工。咱们270旅即将涅槃重生。同志们，你们将是第一批参与其中的执战官兵，你们是幸运的，更是伟大的。我希望大家携手奋进，砥砺前行。夏卓，你这个连长可不是一般的连长，你肩上的担子有多重，你知道吗？担子不重就不会交给我了。行，我没有认错你。哎呀，这片地方有咱们270旅的魂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别把咱们的魂给丢了。旅长，您放心，270旅的魂，我一定会发扬光大的。行。等这个基地建好了，将会是咱们国家最高的军事机密，更是火箭军划时代的战略部署。哎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。各位战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军旅一套请到了专资助学的爱心人士林安邦，接下来让他为大家讲两句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我就是每个月拿那么一点钱汇到这个爱心账户，我习惯了，我都坚持7、8年了，我也没想到能有这么多钱。这可能就是爱心的力量吧，积少成多，积业成裘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比我捐的多多了。那他捐了多少？不方便说，反正很多。那他是不是受了您的影响？他怎么能受我的影响呢？他是我的偶像，一辈子的偶像。喂，二哈，嘿嘿，你怎么样啊？看来你在干部公寓挺滋润的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我那个电视采访你看了吗？没看，我一直在忙呢。别闹，你肯定看了啊？怎么样，帅不帅？啊，这回算是帅的很明显了吧？发表点意见啊！哎，快，你等会儿没说完。我这发表意见，我来跟夏卓说。梦，夏卓，你听我说哈，你呢千万别换台啊！我跟你们俩说啊，到了新连队，好好的、认真的工作，听到没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我们俩到了新连队肯定好好干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下面这首歌是由我作词作曲，还是我主唱的，叫《毕业了我们》。
着，当初的选择也是对的，你们都成为了最好的自己。吴世荣问过你为什么要当兵，我也问过很多人，战友们的回答含着情感，掖着理性，藏着青春，每一个答案都是直抵人心的感动。毕业后我们去当兵，我也无数次地问自己，答案伴随着我肩上军衔的变化一直在变。我更惊愕于自己复印机般的记忆力，居然把当兵的苦变成了回甘的甜，把曾经的怨变成了刻骨的爱。我想，当精神的味蕾已经尝不到苦涩时，不就是爱上了当兵的味道？我为什么来当兵？为了汗水的味道，硝烟的味道，战旗的味道，更是国之重器的味道，家国安宁的味道，和让妈妈放心的味道。祖国是妈妈，而我爱这个家。历史的使命，祖国的荣光，人生的记忆，军人的担当汇聚成青春的坐标。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？强军梦的征途上，火箭军的每一名官兵都是推动者，也是亲历者，是追梦人，更是圆梦人。国家无战事，军人有牺牲。和平年代，我们来守护。